一念境轉。喺某個村裏邊，有位好中意喊嘅老太太。佢每日咧無時無刻都喺度喊，因為咧佢有兩個女，大女咧嫁俾一個賣乳蔗嘅，細女咧就嫁俾米粉店嘅老闆。喺天氣好嘅時候，佢又掛住個大女，掛住佢啲乳蔗賣唔出去。到落雨啦，佢係為個細女着急，萬一米粉冇太陽曬，發咗毛點算？所以咧喺出太陽嘅時候，佢就為咗乳蔗店嘅大女喊；到落雨啦，佢就為咗米粉店嘅細女喊。無論係好天或者落雨，呢個老太太都喊。就因為咁，人哋咧就叫佢做哭婆。後嚟佢遇到一位出家人，請佢開示點樣先能夠唔喊呢？法師就微笑咁同佢講：你係改變唔到好天或者落雨，但你可以主宰你嘅心情。世間嘅事物嘅好壞，僅就係一念之間。煩惱同埋菩提，亦都係一體兩面。嗱，以後咧，你見到出太陽，你就為你細女歡喜，可以曬乾好多米粉。如果落雨啦，你就諗下你大女。今日乳蔗店嘅生意一定好好，咁樣你就冇再有煩惱同埋喊啦。於是呢個老太太咧就改變咗自己嘅諗法，由日日喊嘅哭婆，搖身一變，變咗笑面迎人嘅笑婆啦。其實外在嘅風雨始終都會停止嘅。但係我哋內心嘅風雨，點樣先可以歸於平靜呢？喺《大莊嚴經》裏邊講：依止因緣，無有堅實，如風中燈，如水聚沒。意思就係話，我哋習慣依賴嘅外境，其實冇一刻係靜止嘅，而冇一啲係真實嘅。就好似風中嘅燭火，又好似水上嘅泡沫一樣。如果要依靠呢個鏡花水月嘅無常世間，係安頓唔到我哋嘅身心。哭婆笑婆原本係一體，貴在一念轉境。當你埋怨落過雨之後嘅路面泥濘難行，咁你何不抬起頭嚟睇下滿天嘅星光，正為你照亮腳下嘅道路呢？